你马是下头子呀，马口头人去，真是这个比你这个吃啊了。有行业就陪伴比，怕你师傅娘，早都吃掉了，过了娘，也话也是对老师。有行业就陪伴比，怕你师就陪伴娘，早都吃掉米，那就陪伴呢，早都没吃掉。起码是我娘俺那边那年了，过了娘。也是里我的，三木最白过，自查嘛为啥不娘，咋都直接了，没来怕，也外边替我第二大步，也话娘咋都没吃，过了爱米，没来怕的娘，也话得比，后的家嘛，黑年吃了我，过天日过也话娘，咋都吃我，不吃比过，木家势力不什么就，忙俺娘，不查嘛木家势力。不吃别的，面呢吃下两我，在家吃了这一生米，花子了比过，够什么就我里呢吃了这十里，花子了的，不里只是吃了这米，好两我，吃了这十呢，花子了是过，够到俺路别了。